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4年4月初2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118篇第1节到第2节，14节到24节。创世纪第1章20节到第2章第4节。哥林多前书15章50节到58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好的。昨咱有讲到着国活的形体，是一个上帝救恩借着耶稣基督所赏赐予世间人的恩典。这个形体毋是迄个肉体形体搁再显现，乃是伫迄个圣神的内底属天的生命的体现。这个生命是上帝所赏赐美好的生命。是永远的生命，并且是已经脱离着迄个罪的捆绑，美好的活命。保罗写予哥林多教会的批信的中间提到着这个罪的生命是会朽烂的，会抵到着死亡。但是拥有着美好救恩的生命，却是上帝所赏赐袂会朽烂的，是因为耶稣基督的得胜来的生命。哥林多前书15章50节到58节讲着，兄弟姊妹，我甲恁讲，迄肉的体袂当承受上帝的国度。会朽烂的嘛，袂会承受袂朽烂的。我要甲恁讲一项的奥秘，咱袂弄死，不过伫一个瞬间、一万年久，最后的喇叭一个弹，咱拢会改变。喇叭弹死人的国活，变成做袂朽烂的，咱嘛拢会改变。因为这个会朽烂的，一定会变做袂朽烂的；会死的会变做迄个袂死的；当会朽烂的变做袂朽烂的；会死的变成做袂死的。迄时，圣经所记载的话就会应验。死，互胜利吞落去啦！死啊，你的胜利伫倒位？死，你的毒气伫倒位？死的毒气是罪，罪的威力是对律法来的。感谢上帝，伊通过咱的主耶稣基督，互咱得到胜利。所以，亲爱兄弟姊妹，着徛在毋通摇动，着常常尽力为着主做工，因为恁知。为着主着磨做工，一定袂落空。因为耶稣基督已经胜利啊，已经战赢这个美好的战争，死亡也被消灭啦。美好的生命，事实上并不是对耶稣基督的救恩才开始的，因为耶稣基督的关系，互咱会通转去到伫上帝美好的创造的内面。根据创世纪的记载，上帝的创造以及今仔日的经文，咱看见创世纪第1章第20节到第2章第4节，安尼提到，咱的生命是上帝所创造美好的。上帝讲，水会来，就有生团真济的生物；地的顶面，天里的穹苍，就有鸟食在飞。上帝就创造海里的大鱼，甲水内生团真济的生物。国鸟因的种类，佮创造各款的飞鸟。各鸟因的种类，上帝看这是好。上帝赐福因讲，着生团，着加天，互海里充满生物，互地上的鸟仔生团真多。有下昏，有早起，是第5日。上帝讲地着出
生出生物，各照因的种类，有精生特别的动物遭受，各照因的种类。代志就照安尼来完成，上帝就照因的种类做地上会遭受情事，甲一切特别的动物。上帝看这最好。上帝讲，咱着照咱的形象，照咱的款式做人，互因管理海里的鱼、天里的鸟、地上的精生甲野兽，以及伫地上特别的动物。上帝就照伊家己的形象创造人，伊照伊的形象创造因有男有女。上帝赐福互因，对因讲：着生炭，加添真济，充满全地，搁治理全地，嘛着管理海里的鱼、天里的鸟，甲地上所有会震动的生物。上帝搁讲：我将地所有会结籽的菜蔬，甲一切会结种子的果子树，拢互恁做食物。地上各种会走受空中一切的鸟仔，甲地上所有特别的外物，我将青色的菜蔬互恁做食物。代志就安尼完成。上帝看伊所做一切真好。有下昏，有早起，是第6日。天地甲万象已经创造完成。伫第7日，上帝完成伊的工作，就伫迄日来休困。上帝赐福互第7日，定即日做圣日，因为伫即日，上帝停伫伊一切的创造的工，就安息。这就是天甲地创造的过程。一切的创造拢是美好，人的性命嘛是美好。这个安息日的恩典嘛是美好。但是人却因为自私、骄傲、私欲来背离上帝，放弃上帝原创造的美好的性命。来归往死亡的路，咱只有靠着国外的基督，咱的主，才会通得到这个救恩，归回伊所创造美好的生命的中间。诗篇118篇第1节到第2节、14节到24节，为了胜利来感谢上主，就感谢上主，因为伊至善，伊的慈爱线到永远。愿以色列讲，伊的慈爱线到永远。上主是我的快乐，我要唱歌称赞。伊甲我解救，伫上主子民的布片内有凯旋的欢呼。上主的正手显出大权能，上主的正手举悬悬。上主的正手显出大权能，我袂抵到死，会活落去。通讲起上主的作为，上主严严管教我，总是无互我抵到死，甲我开公义的门，互我通入去感谢上主。这个门是上主的门，只有正直的人会当入去。上帝啊，你有应答我，我要感谢你。因为你互我得到解救，去除师傅去杀的少，已经成做上重要的奇迹。这是上主的作为，咱看起来感觉真奇妙。这是上主所定着的日子，咱着欢喜，着庆祝。感谢救主赏赐阮美好的生命，互阮会通因为国我的主耶稣基督来得胜。重新进入伫你创造美好的画面中间，感谢主的恩典，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